先來看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這個高峰大飯店，昨暝時來發生火災，這是對3樓燒起到4樓，佮影響到隔壁的文山賓館。這兩個飯店是趕緊來疏開180個旅客，也佮有工作人員。這場火災呢是直直燒到今仔日透早4點半才總算拍花，加在是無人員的傷亡。那業者呢是懷疑講可能是燒拍電才出代誌，詳細原因還閣需要釐清。17半暝11點外，阿里山高峰大飯店的3樓房間熊衝烏煙，工作人員看辦勢唔對，隨撤離飯店的人客，大家大包細包行李拖累，聽工作人員的指示，撤離到安全的場所。無偌久，火就燒起來啊！火愈燒愈猛，甚至閣拖過隔壁棟的文山賓館。尤其飯店是佇咧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底，天氣大掃，附近攏是樹仔。嘉義縣消防局派出10個分隊來搶救，開3點鐘的時間才甲大火拍掛。飯店業者表示，因為這陣當時阿里山的煙火季，飯店攏是接近客滿的狀況，已經佇第一時間先甲180外旅客甲工作人員攏撤離到安全的所在。所以原來都烏煙靜掉啦，原來無大4、5件安尼啦。但是烏煙纖干的啦，也走頂過3樓啦。現場為4樓RC建築物起火燃燒，消防人員立即赴水電搶救，現場無人員受傷，火勢於20時33分撲滅，後續交由本局火調科處理。業者表示，所有人員攏平安，馬上安排旅客去其他的飯店住，因為導火迄樓是因的倉庫，平常時攏是放一寡衛生紙甲清潔用品，敢若是電線燒拍電造成火災。不過真正原因，佫需要等待消防局進一步的調查。記者林偉霆、柯家珠、邱超陽、嘉義採訪報道。